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保安龍頭國民警衛結業，2000員工恐失業荃威花園，碧瑤灣急換保安公司。本港大型保安集團國民警衛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國民警衛，近日證實即將結業，預計服務最遲將於2025年4月前全面終止。據悉，受影響員工超過2000人，包括其全資子公司安民警衛的員工。消息震撼保安業界，多個大型私人屋苑，包括荃威花園、鰂魚涌康山花園及薄扶林碧瑤灣，已收到通知，需緊急尋找其他保安服務供應商。舊客戶急尋新保安公司服務，最早9月終止。荃威花園業主立案法團秘書趙恩來透露，已於本月接獲國民警衛通知，指出董事局決定於本財政年度內停止運作，並於2025年9月10日前結束為該屋苑提供服務。屋苑已經啟動招標程序，尋找持牌保安公司接手，確保屋苑日常安全管理不受影響。工會逐步遣散部分員工，優欠遣散費。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表示，事件涉及員工眾多，目前正協助工友了解遣散費及勞工權益問題。工會透露，部分員工已接獲公司要求簽署自願離職文件，部分工友擔心或未能全數取回遣散費。工會強調，有同事已主動向我們求助，擔心公司清盤後追討遣散費會有困難，現正收集受影響人數及相關合約詳情。商會結業或涉財政困難暫不賣盤。香港保安業商會主席何啟文指出，據了解，國民警衛並無打算轉售公司或轉名經營，將選擇有序退場，完成現有合約後結束業務。他稱，雖然是結業，但他們的交接做得有條理，值得肯定。公司拒絕回應總部而已停運。國民警衛位於筲箕灣的辦公室現場，按令無人應門，辦公室燈光雖亮，但現場無員工接待。記者致電公司查詢，接線員只簡短回應，我們不會回應。行業警號，結業潮蔓延至保安界。近年本港結業潮遍及餐飲、零售等行業，如今保安業亦未能幸免。業界擔心國民警衛事件或揭示行內利潤持續受壓，長遠或影響保安服務質素與穩定性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